當世界動盪不安，當一切睇起嚟似乎要瓦解，我哋可以點自處？同大家講個故仔啊！喺喜馬拉雅山上面住咗一位智者。有一日，有個後生仔驚慌失措咁樣跑過嚟，佢話：大師，戰爭爆發啦！大家都話就嚟第3次世界大戰啦，我哋應該走去邊啊？智者保持微笑，示意個後生仔先坐低，然之後佢話：你睇下嗰座山，座山俾暴風雪包圍，但你話我知座山有冇喐啊？嗰個後生仔沉思咗一陣，然之後回答：冇。智者就話：你就係嗰座山，你嘅念頭就好似風一樣起伏，你嘅情緒好似浪潮一樣翻滾，你嘅恐懼就好似閃電咁不停閃現，但喺你最深處有一個不動嘅核心，嗰度從來冇被觸碰，嗰個就係你嘅本質，你嘅意識。而家眯埋眼，深深吸一口氣，感受你內在嘅空間，嗰個唔受影響嘅地方，就係你嘅避風港。當你記得呢一點，你唔單止會平靜落嚟，你仲會為其他人帶嚟平靜，成為嗰座山，為呢個世界帶嚟多一啲平靜。